今年的台北国际册展因为疫情关系，线顶展览有继续进行。主办单位今仔日伫网络顶头直播韩国主题馆的线顶开幕典礼。除了有主题国的展览以外，今年线顶册展也分做4大主题，超过200出的阅读影片，1000本的线顶册。主办单位也邀请大家做伙来参与，用行动支持出版业。 连续2档因为疫情停办的台北国际册展，伫今仔日举办韩国主题馆的线顶开幕典礼。韩国出版协会会长尹哲高亲身小解展出的内容。 한국주빈국도 온라인으로 대만의 출판 관계자들과 독자분들을 만나게 되었습니다. 한국주빈국 웹사이트를 방문하시면 주제도서 전시와 한국의 그림책 등 170여 권의 한국 도서를 보실 수 있습니다. 这边的线顶册展嘛分做中文版和英文版，全世界读者拢会当做伙参与。除了主题展，也有侪侪讲座论坛。这一次的线上国际书展，另外一个最大的亮点就是国际沙龙。那这个国际沙龙，我们邀请了全世界最有名的20个作家来做线上的分享，或是连线的方式，希望大家能够上网来看。 台北国际册展透过网络方式展开活动，有科学知识社群、联合出版社、通路甲媒体，扫出网络共读计划，而且分析相关的统计数字，提供给参与的出版社。线上的好处就是每个人来，然后他喜欢什么样的书，他收藏了什么样的书单，他留下什么样的意见。那这些资料呢，我们经过这个去隐私化的这个分析之后呢，我们都可以来提供给出版社。 也是帮助出版社来做数位转型。台北国际册展唔但是台湾规模上大，嘛是亚洲第1大册展。连续2档取消实体册展，出版社真无奈。面对疫情的不稳定和台湾出版界困境，未来册展敢有其他发展转型的可能？无的卡，这是大家想要知影的答案。记者杨淑晴、谢桂林、张玉水台北报道。